第16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暨展覽今日喺金光會展首次舉辦國際基礎設施創新成果首發儀式。本次共有30項技術同埋產品喺活動期間首次發布，當中有8項係全球首次發布，涵蓋智能建造、數字技術、新材料及綠色低碳等範疇。目的係借助高峰論壇平台，匯聚全球基建範疇嘅前沿技術與解決方案，推動創新成果從研發走向應用，促進行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與會企業介紹，中國國際承包商喺智能建造與數字技術、綠色低碳、高端裝備製造與先進施工技術等範疇取得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我们这次首发推的产品呢是垂直盾构一个技术，包括我们的装备同时带过来。它这个装备呢是全世界直径最大的，直径是23米的垂直机械法的一个竖起的设备。我们这次首发的主要是装配式的高效制冷系统。那么该系统的话呢，具有制冷效率高，然后的话快速交付，对这个项目的影响小质量高这样的一系列的特点。那它可以广泛应用在我们的各種的商業系統和工業建築當中。當前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行業正經歷深刻變革，創新日益成為行業高質量同埋可持續發展嘅關鍵動力。本次發布30項創新成果，正係企業不斷追求創新卓越、用攀技術高峰嘅縮影。